嗱，買樓係一件人生大事嚟嘅，可能有啲人終其一生咧得一間樓嘅啫，所以買樓嘅時候咧，我希望大家咧要擦亮眼睛，多啲睇。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Nico。咁Nico今日企呢個位置咧係中山嘅一個南部片區嘅樓盤嚇。其實好多嘅朋友仔應該有嚟過，亦都係聽講過嘅，叫遠洋繁花里。點解其實係Nico今日企呢個位置咧？因為上一期節目之後咧，有啲粉絲朋友問啊，Nico有冇啲中山南部嘅靠港珠澳大橋，亦都係想交通方便啲嘅，總價低啲嘅嚇。低到幾多咧？就去到60-70萬啦，就想買翻一間有帶埋裝修嘅，乜都配齊嘅拎包入住嘅樓啊！咁仲有就係一個配套問題啦。咁配套咧，無非就係咩啊？購物啦、飲嘢啦，係咪先？咁理髮啦等等啲配套設施係有冇㗎？有。咁其實呢個樓盤咧係19年買到而家，已經都去到有6-7年時間㗎啦。咁其實而家門口所有嘅商超嚟講咧，已經係招商差唔多50%，已經係現成佢見得到嘅。有奶茶鋪啦，有咖啡廳啦，有埋棋牌室啦，有埋快遞收點啦，其實全部有晒㗎啦。咁仲有就係呢邊有佔咗一個1.5萬平方嘅商業體，而家係交俾政府去招商嚇，招商緊，而家未招商晒㗎啦。咁仲有一個係一個6000平方嘅文化中心，亦都係運營緊㗎啦。佢呢度咧仲有一個社區醫院啦，已經開咗㗎啦。咁有啲業主如果係正常嘅感冒發燒咧，可以嗰度睇病㗎啦。大陸睇病咧唔似香港嚇，幾廿蚊可以搞掂你正常嘅症狀㗎啦。咁如果有嚴重少少咧，可以呢度大概有5公里去到神灣醫院，都可以為你解決後顧之憂。咁我哋講翻交通啦。咁交通方面咧，佢呢度係咁樣嘅。小區門口咧有一個直通巴士可以翻到太子同荃灣。咁咧佢手機可以落單去買飛嘅。咁大概150蚊一張飛，可以去翻香港。大概全程時間大概係3個鐘左右啦，3個鐘左右啦。行日咧就1班車啊。如果星期6日咧就2班車啊。咁隨住呢度嘅入住率高咗之後咧，日後咧會增加班次嘅。咁呢度都需要少少時間㗎啦。咁有啲朋友咧想去附近咧行下兜下咧，咁又唔想話嘥好多時間咧，其實都方便嘅。咁因為門口小區有公交車站，公交車站可以直達到神灣嘅站中心啦，到磨刀門啦，都係一條線路嘅。咁如果諗住去中山城區咧，都可以轉車去門口嗰度轉車，就可以到中山嘅城區啦。咁大概都係40-50分鐘到啦，因為公交車要停站啊嘛，所以時間會長少少嘅。咁如果大家咧就唔介意打車嘅話咧，其實都中山打車咧其實好平嘅，大概都係40-50蚊到啦，就可以行晒去中山城區㗎啦。即係3-4個人一齊搭個車去城區啊！嗱，其實呢個樓盤嚟講咧，其實我對比過㗎啦。啲樓盤嚟講係呢個片區入邊3大天王嚟講係性價比目前嚟講係比較高嘅。點解咧？因為好似而家第一個你而家觀山水而家買緊嘅貨咧係買緊7棟啊嘛。咁7棟咧係大多數戶型咧係望住個墳景嘅，咁對風水嚟講咧係唔好嘅。咁呢個樓盤咧點解咧佢好咧？因為啱啱同你講過配套有啦，咁交通亦都有啦。第3個咧大裝修。第4個咧，佢亦都係現樓，買完之後咧有同即買即收樓嘅，好多香港人選擇呢度。第一個咧係價錢原因，真係好平。而家目前賣緊係7000零蚊到8000幾蚊一方，帶埋裝修。咁其實對翻幾年前啦，都其實差唔多打到個5-6折到啦。咁去到目前嚟講咧，你見到嘅小區園林咧已經係現成嘅，已經係有晒㗎啦。哇！呢個企呢度你大家 feel 到嘅，好大風嘅，好似風嘅嚇。因為點解咧？呢個冇遮擋亦都係個視野好舒服。好香港人中意咧，因為佢靜咁靜得嚟咧，佢哋都有配套。而家咧就可以隨住鏡頭，我哋一齊去探探入邊嘅戶型同格局同朝陽到底啱唔啱你心水。Let's go！ 嗱，呢個而家咧就上到57棟嘅14樓嚇，呢度係03戶型嚇，係一個2房嘅單位。其實喺市面上嚟講咧，就好少有2房單位賣㗎啦。其實呢種單位好適合香港人買嘅，點解咧？因為香港人唔需要好大間啊嘛，咁過嚟養老咧都係2個人甚至乎3個人，其實都夠用㗎啦。咁而家大陸嚟講，起碼3-4房先夠用嘅，一人口多啊嘛。咁大家先睇下先呢度嘅環境周邊嘅環境適唔適合你自己望過先知。咁我望到藍色個建築物嘅位置咧，而家咧就係分為4期啊。咁呢個樓盤係分6期開發嘅。咁目前為止開發咗3期㗎啦，呢個第4期動緊工嘅，預計明年就可以銷售㗎啦。咁去到後邊嗰笪地咧，有離頭車嘅位置咧，就係去到5期同6期啊，5期6期位置。咁隨住鏡頭咧，
轉過嚟之後咧，你望到前邊咧有好多寫字樓啦，有啲舊屋啦，嗰啲係晨灣正中心位置，嗰度嘅樓價大概平均都係8、9千蚊一方度咧，其實比呢個貴少少啊。咁去到前邊呢塊地咧，有水質用地嚇，望到好多水質嘅，呢係本島村民自己養魚、養蝦，用嚟銷售、用嚟賣嘅，證明咩咧？呢個水質咧好乾淨好衞生就環境好、空氣好啊。如果喺香港咁嘅地方嚟講咧，係有嘅，但我相信咧係好貴嘅。咁呢度咧價錢嚟講就平好多。啱啱同你大概報個價，就7000零蚊到8000蚊到一方。咁而家我哋望望呢個戶型嘅格局，到底啱唔啱你心水啊？我哋望過先知。咁而家望到呢個位置咧，係一個露台位置嚟嘅。咁露台咧，佢望到啲露台咧係東邊嘅，向東嘅嚇。咁我哋入邊之後咧，可以見到個廳。嗱，廳咧呢個咧係擺梳化位置嘅。咁嗰頭位置係擺個空調機啊。咁我哋呢邊位置咧係一個電視櫃，加埋個電視都比較開闊嘅。咁我哋行到前少少咧，呢個位置有個餐台位置，唔需要好大間，細細地一家4口足夠㗎啦。咁我哋行到入邊少少有個廚房，咁廚房位置咧就一個 U 字形嘅設計啊。咁呢個咧就一個洗手盤，咁呢個有一個爐灶嘅位置嚇，咁正常嘅煮飯都係呢個位。咁呢個係一個備菜台嚇，咁右邊少少有一個擺個空調嗰個冰箱位置。咁我哋行到前邊咧，右轉之後咧，可以見到呢係2間房嘅。咁左邊咧係個主人房，前邊有一間係客房。咁我哋門口咧有個廁所位你望個廁所位嘅格局。咁呢個戶型咧係76平方嘅戶型。咁其實佢用起身咧係一個舒適度比較高嘅戶型嚟嘅。咁亦都係同你講講呢個戶型目前嚟講，開發商咧已經買冇咩貨㗎啦。因為2房嚟講咧比較受港人歡迎啊。香港人最中意買2房，因為佢面積細、總價低，而且咧唔需要咁大間，因為大間嚟講咧，正埋咩嘅人馬會貴好多而且咧佢呢個全部帶晒裝修㗎嘛咁可以望到前邊咧，成個主人房咧個露台嘅採光而且嘅景觀其實都好舒服。嗱，咁而家咧派福利嘅時候到㗎啦。咁有咩福利咧？我同你報個價先。嗱，呢個戶型咧係57棟1403，咁佢嘅建築面積76方.27方咁佢嘅網簽嘅底價咧去到636000蚊，亦即係話你嘅單價去到8399蚊。咁亦都係你嘅首期去做到96000嘅首期月供咧就2276蚊。咁如果揾阿 Nico 買咧，第一個咧咩福利咧？第一個咧直接回贈現金5萬蚊。咁呢5萬蚊咧係直接喺首期嗰度減翻㗎啦。咁第二個福利咧就係送車位同我呢個買，呢個有一個產權車位免費送俾你用，永久性嘅產權。第三個咧就門口有間超市因為超市係而家即將開業㗎啦，直接攞一張1萬蚊購物卡，而家係最新政策，我哋公司同開發商協商好嘅條件俾晒你咁我哋而家可以睇地嘅樓盤到底啱唔啱你個。嗱，我哋而家係到咗54棟嘅25樓樣板間位置，咁大家係望下呢個戶型到底啱唔啱你心水。我而家就沉浸式睇房，嗱呢邊。
嗱，Nico而家咧就幫大家報嘅價錢先。咁而家咧就開發商俾咗呢棟樓有一個10樓嘅單位俾我哋公司做一個特價啦。咁呢個真係好筍嘅嚇，100方。咁呢間係總價咧去到782000蚊。咁佢嘅單價可以計到係7804蚊。咁其實點解話佢筍咧？呢間玩 Nico 直接免首期啊，零首期可以買10樓嘅單位。咁佢嘅月供咧就去到2799蚊，即係換句嚟講，你攞住3萬證，一個月俾2700，你就擁有呢間房噶啦。玩 Nico 做得到。咁仲有就係呢度咧，成個小區物業管理費，你啱啱冇提到嚇，係2萬8一方嚇，呢個係市場嘅均價嚟㗎，已經係均價嚟嘅。咁亦都係條件一樣都係送車位，亦都有回贈亦都有購物卡俾翻大家。咁而家我哋直接可以睇第3個戶型，Go！嗱，我哋而家到咗咧就係一個第3個戶型噶啦。咁呢個戶型係89方嘅，3房2廳1衛嚇。睇呢個戶型個格局同裝修啱唔啱？全部係大裝修㗎嚇。我哋 Let's go 睇。嗱，呢間啱唔啱你？如果啱嘅話 ，Nico 即時報價。咁佢咧面積88方，佢嘅總價嚟講係679000蚊。咁亦都係做到單價7655蚊。呢個係網簽底價嚟㗎嚇。咁亦都要同大家講講，呢個單位咧首期咧係102000蚊，亦都可以揾 Nico零首期幫你攞低。咁個月供咧係2432蚊一個月月供。咁亦都係送翻車位，仲有超市購物卡，全部齊晒送俾你，應有得有。咁呢個戶型環境仲有配套地段啱唔啱？你話事。嗱，買樓係一件人生大事嚟嘅，可能有啲人終其一生咧得一間樓嘅啫。所以買樓嘅時候咧，我希望大家咧要擦亮眼睛，多啲睇。咁其實每個人買樓嘅定義唔同噶嘛。有啲人因為價錢而買單，有啲人中意環境而買單，有啲人中意配套而買單嚇，等等原因都有啦。咁我希望咧，Nico 呢度中心希望大家可以買到自己想要嘅屋咁亦都係同大家講講，如果大家對中山、珠海，亦都係其他地方都好啦，如果係對買樓各方面有啲疑問嘅，或者係唔熟悉嘅話咧，可以問過 Nico，可以諮詢下，都係冇問題嘅咁我希望大家咧係買樓嘅路途中咧係開心嘅，係舒服嘅咁係同Nico買樓咧都可以包車、包數、包接送嘅咁亦都係包餐嘅咁我哋公司亦都係服務係全部係到位嘅。咁我哋今期節目咧就到此為止㗎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